台里高中女子手球隊出國比賽，摕到真好的成績，一項摕到第一名，一項摕到第3名。台中台里高中手球隊隊員佇咧沙埔拍拼進攻甲防守，一路拍敗各國的好手，摕到U17女子沙埔手球的冠軍。沙灘就有點像是那種度假打沙灘那種感覺。我們其實也沒有練很長的時間，大家都很認真練習。台里高中女子手球隊到丹麥參加2026國際手球賽，甲世界各地選手交鋒，同時嘛摕到亞洲手球的季軍，真無簡單。目的就是也跟我們台灣有點不一樣，人家都是在旁邊這邊頂着而已，那邊的人是跟到就好。身高優勢外，然後還有就是強度也跟我們國內真的是蠻有挑戰的。這屆出國的費用，加上有企業公益到相挺，嘛有家長來到支持，正做球員摕到公營背後上界溫暖的靠山。